再来看桃园市的技术职业工会中营分会准备要罢工，将劳资调解了后，工会声明讲，因为公司无提出方案，今仔会来讨论罢工执行的细节咯。中营航空是强调讲，双方针对薪水的结果，各有提悬薪水有部分的共识。交通部嘛表示讲，民航局的应变小组拢有掌握，嘛希望讲劳资双方会当赶紧来形成共识。桃园市劳动局出来主持中营航空甲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二是展开调解，会后中营声明伫部分基础继续努力，考虑员工的福利也甲留人才，强化技术外站福利政策，甲讨论薪资结果。另外，会赶紧完成再提高副驾驶甲资深副驾驶最高薪资的上限评估，若做有具体对应方案，后礼拜三会阁召开会议。不过，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声明，无看到具体方案。大会研究嘛，敢若有提高副驾驶甲资深副驾驶的薪资上限，因表示遗憾。25召开理监事会议，讨论后续罢工的行动规划，也甲执行细节。协商的过程予以掌握，然后来研拟相关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交通部或民航局我们当然都是希望双方都能够尽速来继续来协商飞行员跟一般的这个其他的职种的薪资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在长荣航空的飞行员，我们的底薪只占我们全薪的22%，所以所谓的6个月的年终奖金只有1个月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并不如大家想象的，我们拿了很多的年终奖金。若是中营航空进前已经公告6个月年终，工会认为整体薪资福利比其他的航空也是有较差。另外，并无得到外国籍技师任用议题的回应，也是无排除春节要罢工。对这代志，中营内部嘛出现无共声音。中营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疫后航空界人才无够，外国籍技师会当补足这个人力。而且训练考试拢甲本国籍的共标准，工会嘛乐见公司研究飞行员留人才的奖励，不过反对罢工。是否同意在罢工期间支援的飞行员？那目前回函的数目已经是大概有800人，那有些没有回复的，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觉得他也不需要回函，反正公司怎么排班他就怎么飞，所以实际上已经是将近七成的飞行员已经填，他们愿意支援。中营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讲，依照目前公司内部意愿调查，若做罢工差不多有700至800的飞行员愿意配合执勤。对比工会讲，投下同意愿罢工的飞行员500多人，比起嘛是多数。记者综合报道。